做伙读圣经，今仔日8月19，咱做伙读耶利米书第27章到第30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7章，约西亚的囝西底家开始做王统治犹大国的时，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上主对我讲：你得用石甲柴弓做搭，下伫你的红棍，然后将下面的信息委托来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遐的外国使者，传达予以东王、摩押王、阿文王、泰尼王、西顿王，请因甲因的王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恁着对恁的主人讲，我用大权能、用大气力创造大地以及地上的人甲动物。我看什么人较适合，就将大地交予伊。现在，我将这个国交予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嘛将野外的动物交予伊管理。列国拢要服侍伊，伊的囝甲伊的孙，直到伊的国家衰败。迄时，换伊着服侍这个国甲君王。若有倒一族、倒一国毋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红棍毋肯搭伊的搭，我一定要用战乱、饥荒、瘟疫刑罚遐个国家，直到我通过巴比伦王的手甲因消灭。上主安尼宣告。毋过，恁犹大人民毋通听恁的先知卜卦的、解梦的、看天象的、行邪术的话。因甲恁讲，恁一定袂服侍巴比伦王。其实因讲的预言是假的，颠倒会互恁流亡去真远的所在。我要甲恁赶出去，互恁灭亡。若有倒一国肯搭巴比伦王的搭，服侍伊，我一定要互迄个族留伫伊本国种植徛起。上主安尼宣告。我嘛将这话拢对犹大王西底家讲：恁的红棍着搭巴比伦王互恁的搭，服侍伊甲伊的人民，才会当生存。你甲你的人民，若着因为战乱、饥荒、瘟疫灭亡，亲像上主对遐个毋肯服侍巴比伦王的国家所讲的安尼。毋通听遐个先知对恁讲的话。因讲恁袂服侍巴比伦王，其实因的预言拢是白杀。上主讲，我无差派因，因竟然利用我的名讲假预言。恁若听因的话，我就要将恁甲遐个甲恁讲假预言的先知赶出去，互恁做伙灭亡。我阁对祭司甲遮人民讲，上主安尼讲，恁毋通听遐个先知甲恁讲的话。因讲，看咧，上主圣殿的器具无偌久，拢会对巴比伦搬倒来。其实因讲的是白贼话，毋通信因的话，着服侍巴比伦王，安尼才会当生存。那着互这个城变做荒坡。因若是真的先知，真正有上帝的话传予因，因应该着祈求上主万军的统帅，互圣殿、犹大王宫甲耶路撒冷内面存落来器具，袂互人抢去巴比伦。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到关系、东条、东海、分座，以及要留伫这个城的器具，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拿君，以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官员的时，无搬去巴比伦的器具，关系圣殿甲犹大王宫内面，以及耶路撒冷存落来的器具。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这个器具一定会互人搬去巴比伦，放伫遐，直到我搁再眷顾因迄日。我上主安尼宣布，到迄时，
我一定会将这个器具带回来这块土地。第28章，西底家王统治犹大第4年5月，基遍人亚述的囝先知哈拿尼亚伫上主的圣殿，伫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我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已经降断巴比伦王互恁的胆。2年来，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这块土地抢去巴比伦的上主圣殿所有器具，拢搬倒来这个所在。佮要甲约拿敬的囝犹大王约拿君甲受掠去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拢带倒来，因为我要降断巴比伦王的胆。上主安尼宣布。先知耶利米就伫遐个徛伫上主殿内的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先知哈拿尼亚讲：阿们，愿上主为安尼做，愿上主实现你讲的预言，将上主圣殿的器具甲所有受掠去的人，拢对巴比伦带倒来这个所在。但你着注意听我要对你甲民众讲的话。对古早以来，你我以前的先知，拢捌对真侪地区甲强大的国家预言会发生战争、灾害、瘟疫。遐预言平安的先知，着爱到因的话实现的时，人才会承认因真正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哈拿尼亚就将耶利米红棍的胆摕起来，甲伊降断。伊阁对所有的民众讲：上主安尼讲，2年来，上主要亲像安尼，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伫列国红棍的胆降断。耶利米就离开遐。先知哈拿尼亚甲先知耶利米红棍顶面的胆降断了后，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着去甲哈拿尼亚讲，上主安尼讲，你降断查做的胆，毋过上主会做铁的胆来代替，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将铁的胆下伫列国的红棍，互因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一定着服侍伊，因为连野外的动物我拢交互伊管理。先知耶利米阁甲先知哈拿尼亚讲：哈拿尼亚着注意听，上主无差派你，你竟然互这人民相信你的白话话，所以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离开世间。今年你一定会死，因为你煽动人背叛上主。迄年7月，哈拿尼亚就死。第29章，先知耶利米对耶路撒冷写批予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去巴比伦要有瓦地的长老、祭司、先知以及所有人民。这张批是伫约雅斤王太后甲朝廷的元神、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领袖、做工师傅甲拍铁师傅，互人对耶路撒冷掠去以后写的。这张批是托沙番的囝伊利亚撒甲迄个家的囝基巴尼亚带去巴比伦，因两个人有受犹大王西底家派去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批安尼写：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甲所有对耶路撒冷受掠去巴比伦的人安尼讲：恁着伫巴比伦起厝大，种植食出产的米，娶某生囝，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结婚，养育儿女。恁着伫遐生大，毋通互恁的人口减少。恁着为着恁流放去的城镇求平安，上主祈祷，因为遐个城镇平安繁荣，恁才会平安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阁甲恁讲：
毋通互恁中间的先知甲卜卦的骗去，嘛毋通信因做的梦，因为我无差派遮的人。毋过因利用我的名讲假预言，上主安尼宣告。上主阁讲，我为巴比伦所定70年的期限一个满，我会眷顾恁，实现我对恁讲过要束缚的应允，带恁倒来这块土地。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祸。当互恁有光明的将来，恁求叫我，我祈祷，我会注意听。恁若找求我，恁会找着；恁若专心找求我，我一定会互恁找着。上主安尼讲，我嘛要将恁遮的受掠的人带倒来，将恁对我甲恁流放去的逐国逐所在调集，带倒来恁受掠离开的乡土。上主安尼宣布。恁讲，上主伫巴比伦甲阮兴起先知，针对这代笔宝座的王，甲住伫即个城无甲恁做伙流放的同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着注意听，我要互因受战乱、饥荒、瘟疫的灾难，互因变做烂甲未食得的无花果。我要用战乱、饥荒、瘟疫对入因，互因流放去伫天的万族。因无论互我赶去倒位，遐个人拢会甲因咒诅、啼笑、侮辱，佮对因的造有感觉着惊。上主讲，这是因为因无听从我的话，我一遍搁一遍差派我的仆人正先知去甲因讲话，因拢毋听。所以恁遮的互我对耶路撒冷流放去巴比伦的人，着注意听我上主的话。关系过来亚的囝阿哈甲马西亚的囝西底家，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因利用我的名对恁讲假的预言，我要将因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为伫恁的面前甲因处死。恁所有互人掠去巴比伦的犹大人，要甲人咒诅的时，会用这两个人的名甲人讲：愿上主互你亲像巴比伦王用迄小事的西底家甲阿哈，因为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见笑事，甲厝边的某行奸淫，佮利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因讲的白贼话。我知影这个代志，嘛亲身作证。上主安尼宣告。关系尼希兰人是玛雅，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你有用你家己的名写批互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甲所有的祭司讲：上主已经设立你西番雅做祭司，取代耶和亚大做上主圣殿的监督，会当甲所有家己奉做先知的小人靠查加剃膏。现在阿那图人亚利米自称是先知，你是安怎无甲伊指责？伊有写批来巴比伦，甲阮讲，阮流放的时间会拖真久，所以就伫遮起厝大，种植食出产的米。这是西番雅将这张批读互先知亚利米听。迄时，上主对亚利米讲：你着写批互所有流放伫巴比伦的同胞。关系尼希兰人是玛雅，上主讲：我无差派是玛雅，毋过伊竟然对恁讲预言，互恁相信伊的白贼话。所以我上主安尼讲：我要刑罚尼希兰人是玛雅甲伊的后代，伊的后代一定无一个会当住伫遮的人民中间，嘛袂当活地享受我要赐予我的子民的福气。
因为伊煽动人违反上主，上主安尼宣告。第30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亚利米安尼讲：所有我对你讲的话，你拢着写伫册卷。上主讲：时日都要到，我要互我受掠的子民以色列甲犹大倒转来，我要互因倒来我赏赐因祖先的土地，因就得到这块土地做产业。上主安尼宣布。以下是上主针对以色列甲犹大讲的话。上主安尼讲：恁有听到恐怖的喊声，只有惊吓无平安。恁家己去问看觅，调查看觅，查甫人减话生囝，是安怎？我看到逐个查甫人双手挺腰，亲像得要生产的查某人，面拢青顺顺。惨啊！迄日是恐怖的日子，前到今毋捌有的日子，是我的子民拄着灾难的日子。毋过，因为得到解救，脱离灾难。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到迄日，我要讲断我子民红棍的打，切断白因的锁，因袂阁做外族人的奴隶。因要侍奉上主，因的上帝，嘛要服侍我，为着因兴起做王的代笔的子孙。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以色列毋免失志。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恁，对恁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无人会阁互因惊吓。上主安尼宣布：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嘛要完全消灭我赶你去遐的国家。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上主对锡安的人民讲：你受的伤袂医治，你的空喙真伤重，你受伤害，无人替你辩护。嘛无药通甲你医治，你的爱人拢袂记得你，袂过来追求你，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多。我打击你，亲像对敌在拍你，残忍刑罚你。你是安怎？因为你受的伤害，化休讲，你的痛苦袂医治，因为你的罪真重，罪恶真多。我才安尼对待你。但所有吞灭你的，要受吞灭；你会对着一个一个，拢要受掠。掠你的，要互人掠去；抢你的，要成做劳物。虽然人拢讲锡安是受放杀的，无人要插伊，毋过我要医治你的伤，互你的空喙生肉过皮。上主安尼宣布。上主安尼讲：看咧，我要互雅各的子孙倒转来，要怜悯因受毁坏的家园，城画伫原来的土堆顶面重建，宫殿阁起伫原来的所在。遐的居民要发出感谢欢喜的声。我要互因的人口加添，袂减少；互因有尊严，袂阁受看轻。因的子孙要亲像早前遐尼强盛，因的国家会受我看顾，得到建立。所压迫因的，我要甲因刑罚；治理因的，是因家己的人。因的统治者是因的同胞，我要互伊亲近我，伊嘛会来亲近我。若毋是安尼，啥人敢来到我面前？上主安尼宣布：恁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看咧，上主的生气亲像暴风发出，是毁灭的光烈风，要扇歹人的头壳。上主的生气袂消，直到伊的计划完成，
伫将来日子，恁就会明白。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27章到第30章。